喺我身後就係珠海嘅日月貝啦，而家首付30萬就可以喺日月貝旁邊呢度攞低一套4層嘅小別墅，花園面積都有80個平方嘅。嚟到我哋別墅示範單位呢度啦，可以見到係半山別墅哈，上下都有4層嘅。然之後通過我哋入門之後咧，就嚟到我哋嘅前花園嘅位置。前花園呢度一共就係有30幾個平方，然之後大小都係差唔多嘅每一套。然之後通過花園就嚟到入戶門，入戶門咧就嚟到餐廳同埋客廳一體㗎啦。呢度就係 L 型嘅廚房，樓梯、電梯已經做好晒俾你嘅。跟住1樓一般就係長輩房，總共我哋可以做4個房嘅哈。然之後客廳你可以做中空，亦都可以做平層嘅設計。好，花園後花園就有40幾個平方，所以總共花園加埋起身咧就有70平方㗎啦。屋企門口就係萬象匯，仲有陽明廣場，仲有中大五院等等嘅配套。